后来，这个国内的疫情佫紧张起来。早起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，甲卫生署的前署长杨志良，同一个时间，伫同一栋大楼，分别来就无同的广播节目，是安尼隔空来点导战火。陈时中讲，目前这26例本土病例，有袂少人拢无出国过，所以拢无算是社区感染。杨志良是讲，咱的社区并无清气，伊嘛来呼吁着陈时中爱加听一寡无同的意见。当政务官的本来就这样子嘛，对，要不然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我们既然又是当指挥官，又是当卫福部长，那这东西我必然是要扛全责了。笑两声，卫福部长陈时中上公布节目，口气真无奈，因为华航诺富特军事事件继续炭烧，前卫生署长杨志良讲是政策有问题。如果有感染，在外面有感染的都知道了，那我们还再加7天的自主管理。那可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决策变成3天？同一个时间上公布节目，两个人互相呛声，对敢是因为政策错误造成击败群主，但是中嘛做出回应。本土疫情已经增加到24例，没有证据显示是因为居家检疫减少到3天。那跟这个无关。对啊，政策上针锋相对，讲到即卖台湾到底敢有社区感染？非常的担心，就是我们这一次好多位是没有出过国的，这就是社区感染嘛。所以我们今天很清楚，我们就是社区感染，我们社区不干净，就这么结论。当然是在社区感染的一个边缘哈，只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讲，我们是一个家庭内同住家人的亲密接触者，其实离社区感染已经很近了。杨志良讲，希望陈时中会使加听别人的意见。两个人伫同一栋楼录节目，然后离开，并无见面，只是到底应该安怎调整疫情的政策？这然后，因的卫生署长互相交手，也是变做一个话题。